叫做好茶老玫瑰安平港，吼，这是一个迄个肖平治老师吼，伊的迄个网站顶悬的一个故事，咱老师嘛有甲小介绍一下。这个故事吼，我是组长，我先小可介绍一个地理的迄个所在，大家听着较会顺啦吼。咱安平吼，以前古早是一个叫做大江大海，吼，内底水吼流出去吼，就会。就是为这个故事吼，外口吼，咱的这个安平外海吼，有足侪分身吼，分身意思就是迄个小岛啦吼，像迄鱼的脚趾片安尼浮出水面啊，一个为1分身到7分身吼。我这个故事就是有包括着1分身到4分身内底，主要这讲这个俗语啦吼，好茶老玫瑰安平港，大家来听看卖啊，来，互我声吹者。古早时代，咱台人甲安平中间，还阁有一片看茫茫的大海叫做大江内海。现此时的西门路，遐差不多就是即阵的海岸线。郑成功伫徛旗做王的赤坑口，离海岸嘛才几骹步，尔。有台人要去安平，就是1分身，无船坐是袂使的，此当时，台人线艇嘛有，即边嘛有两条溪仔向西流去西港。即两条溪仔平常时看是要载货出入，也是要行船游赏，拢真利便，对咱台南的交通经济少有帮助。毋过，迄若是拄着做大水的时阵呢，就真歹拍，财产的损失莫讲，规个大江线慢慢啊，互涨来的土沙哪吞线哪浅，只是必须甲今仔日完全变做陆地，剩一寡稳仔困留做历史的见证。即句俗语甲做大水都有牵连，变啊做大水一个落，都有真侪木材流落来，迄溪仔边都有专门来互遐个一寡较水、较有路用的好茶，所以流落来表示好米，流来较尾流安平的时，拢嘛剩一寡较无人爱的奥茶，才会开用即句话来表示好米，大家拢相抢咧走。比如讲有才调的人，嘛是一个就互人车起重用，无通放伫遐来用，放伫遐用，放当遐来用。另外4分身，就是即摆的分身，虽讲是海边仔真赛车的渔村，毋过顶港有名声。会讲真出名，是咱遮出水姑娘仔的好地头。遐个查某囡仔一个当大人，就随互府城遐个好野人带去做某做生意，做生意啊！必须要流传一句话：好茶无流过安平地，水查某无流伫4分身的话头。抢拄抢，咱台北的关道迄个是嘛有一句意思，足相同的俗话，讲好茶无通流过干道口。落尾，咱遮的俗语若要用，就爱较细腻、
较细腻咧，对遐个踏着地步的高人，这是学乐的话。对遐个枵咧无收的朋友，听起来就袂输咧共口舌共款，千万唔通人三屁。好，感谢大家。我要讲啥啊？因为